望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在找，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你是失恋咯？若无哪会在唱即条歌啊？哦，生生世世啦，咱顶个月上无用的其中一项啊！我甲你讲，我听甲拢会晓唱啊。我想起来啊啦，生生世世主题曲啦。听众朋友啊，大家若想要听好听的版本，请锁定拜一到拜五11:5放送，下晡6点有停播哦。是讲一条遐尼好听的歌，互你唱甲安尼哩哩啦啦。你啥意思啊？哪有啊？我甲你讲，我是趁阿凯啊去食茶休困的时阵，才敢唱互你听。你敢有准备别条歌啊？有，我来讲，我有准备新歌来听者。好。定定你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毋望你的生影，紧转来甲你看。你。哎呦，哎呀，原唱来啊！阿凯啊，你转来，我甲你讲吼，拄则的啊。你莫吵啦，时间到了，赶紧开始哦。你会歹势哦。毋是，好吧，我是惊写死写前，到底是要开始无啦？好啦。大家好，这是恭喜大家打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本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未来小家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哎呦，听起来你有偷练哦。毋是，我就是感觉新歌足好听的，一直听就会晓啊。但是啊，拄则迄主题曲的部分，互你唱甲安尼，我是真怀疑你的音唱了敢有准无？上好啦，若无原唱伫现场，你听伊唱一段，你就知影。你问伊，绝对是有准啊。是啊，阿凯啊，听众朋友甲阮两个敢有机会听你现场安尼唱一段？唱一个，拜托啦！我今日无准备呢。你我王，你会使讲你安尼无准备？安尼我唱一段哦，来。好。已经离开了苦寒，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互你听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伫故乡等待我？谢谢。拄则无唱歌啊，你听毋着啊？迄毋是我，迄是别人。好啦，你较冷静咧，佮有访问要继续。我听着啦。无啦，你无听着啦，毋通安尼啦。咱先继续顶礼拜的话题吼。请开始哦吼。好，顶礼拜有讲着啊，甲北安老师的互动，安尼网友想要问讲，伫咧剧组内面甲啥的互动是上济？客栈全部员工基本上逐工像咧生活斗阵共款。那像一家伙啊安尼，大家拢做互动。拢嘿，因为逐工拢爱见面嘛，然后做者朋友看到戏播出了，人讲恁是真正第一届接触嘛，甲遮演员。其实对阮来讲，安怎？接触。这拢爱加油，这真正爱加油，这忙加掉，这我是无好诶，迄落讲毋对诶，所以爱有恁习惯对，但是接触对，接触诶，逐工接触。先讲恁的迄个足自然啦，感觉讲阮的互动足自然，互动足自然。那朋友安尼，我看你甲水生两个人搭水果，那真正熟悉足久安尼啊。我其实甲伊真正嘛熟悉足久，我细汉我就熟悉伊啊。我嘛细汉就熟悉，我细汉我就熟悉伊啊。我细汉就知影因三个，方佑兴、方顺吉、方婉珍。无啦，伊才叫方婉珍，另外一个叫肖玉芬。你记系啊，这段加掉，这免加，这免加，这上趣味就是伫遮，对，所以我甲水生，伊之前主持一寡音乐节目的时阵，我就有甲伊接触过啊，所以甲伊嘛算甲有迄落啦，甲有话讲，其实我甲伊一个眼神啊，一个动作，其实拢会了解讲对方。一步要做啥？确认过，不版权版款，咱没有罚钱啊！我袂唱，哪个唱？我敢会当唱你的歌尔。对。美秀姊啊咧，因为伊伫内底嘛是你的妈妈嘛。伊演阮妈妈嘛。我上早甲伊熟悉，
介绍嘛是对啦，面部客栈开始啦。是面部进客栈开。前拢无。进前是因为伊主持迄个专家专家有智慧有智慧，啊，我你捌上过节目。你甲雅文有来上节目？对，尾后就即边面部客栈有较长的迄个接触。安尼两个妈妈有啥物差别？你现场有两个妈妈，你讲王彩华女士哦，一个较少嘛，一个较小，还多一个当然嘛是彩华女士。对啦，台湾滨崎步啦。台湾滨崎步嘿，滨崎步你会使伫遮甲伊画一下，问伊要来笑一下，来阮节目笑一下。我惊恁来伊掠袂掉哦。遮袂了。很屌真。的哦阮请三个查甫的来。我甲你讲无，后摆伊若真正有来，你毋免准备脚本，你就会当讲几集啊。我惊伊安尼做10集，我10集的通告可能面店无爱签啊。无伊就安尼甲加迄个加做伙就好啊，对啊。我可能甲考出。伤长。啊你，我要问讲，若是你翕密报的时阵啊，敢有拄有啥物困难？应该是讲角色的设定，安尼讲嘛，设定嘛吼。因为小猪甲即个角色，当初我看着卡本，我想讲伊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人。虽然伊做，我要紧，你放心讲，你若讲着迄有剧情的所在，我会甲你加掉。我完全袂讲剧情啦，我是讲即个人我的，是惊你是讲即个人的角色的状况，状况对。迄时阵我其实讲国语讲角色功课。角色的功课。功课我其实做足济，嘛去找足济资料啦，范本啊，嘿，去想讲伊有倒一个前辈，还是讲进前倒一个演员，甲伊较像安尼。嘿，较伊较像。然后我就是看迄个香港有一出足久的电影叫《家有喜事》，张国荣你知吧？我知。嘿，就是迄出《家有喜事》内底伊演叫长烧。我有听阮老母讲过，嘿，我有甲阮老母做伙看。好，安尼好，对，所以我就是用伊迄个角色来套入小猪家的身上。但是我感觉你有演出你的特色。嘛是爱看伊，嘛要做个功课，伊嘛才安怎知影讲对一个剧情需要安怎演。听观众朋友伫下骹留话啊，拢会写讲你演甲做有你的感觉。到底阿凯的感觉是啥物感觉？啥物感觉？听众朋友啊，阮才有闻着阿凯的味哦。哪变是啥物态？味啦？无讲啦，歹势啦，听众朋友啊，等恁来体会啊。对。那安尼就想要问讲啊，你感觉伫个面部客栈内底唱歌戏，甲你原先唱歌有啥物款的差别？其实差不多，无啥物太大的改变，因为即届的歌戏其实无遐尔传统，无遐尔传统，所以其实伊嘛希望讲即出戏会当较少年囡仔来看，吸引少年人来对，看。所以恁听到迄音乐内底其实编曲啊，还是一寡唱法拢无遐尔用，就是传统啦。就是较无像原本的迄歌戏安尼。因希望家做较现代安尼。对，有啊，咱的 slogan 就是新潮流，啥物啊？新潮流歌戏，歌歌舞，嘿，对新潮流歌舞。系啊，咱知。歌舞情境剧。新潮流歌舞情景，新潮流歌舞情景喜剧。嘿，系啊。对。那安尼啊，就是伫即出戏内底啊，你感觉你学着上济是啥物？学着上济哦，应该是讲演戏的美感吧。演戏的美美角角。对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本身毋是演员，我是歌手嘛。那然后来接即出戏了后，你会感觉讲，当初咧拍的过程，你会感觉足痛苦，因为全部拢是我的前辈，但拢是迄个老生角啊，最好演的。对。嘿，你讲佑星伊嘛是足有经验的。对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客栈内底我上主称，连武明伊嘛是因为拍足侪迄种迄个动作，迄种迄个武打的戏，所以因遮全部人拢是我的前辈啊，所以我拄入去的时阵，你身材真正有够大，迄种水瘦了毋知几公斤。是哦。迄衫裤一直改。对。无我今日看起。安怎？无，今日做引导的。好我讲啊你。系啊，经纪人甲我请啊。对啦，所以迄时阵我第一我讲你做大了后，然后就是拍完，你会感觉讲
佫有机会要拍的时阵，其实因为有安怎讲，就是学着足侪物件嘛，你会感觉第二集我会想要佫继续拍落。哦，所以就是若准讲有拍第二集，想要加强的，就是你学着迄寡演戏的，对，就是一寡情绪表现，还是讲一寡足侪表演方式安尼。表演方式，佫有我头拄讲的咩角角，譬如讲即段卡，因为迄阵毋知影嘛，就直接演落，讲没有，你一定要对韩大你卡的进前佫演一段。才有法度接落。起来。我说啊，迄时毋知影。就像甲咱拄则共款啦，咱若是 NG 吼，你就是前一个月佫练一遍啦，无像无加大个人会起笑，有听着白变加大个人会起笑哦。压力足大呢。跳杠的哦。好，过来即题想要问讲啊，因为你即马有唱歌，啊，佫有主持节目，佫有加上搬戏，那安尼未来你敢有啥物其他的计划？计划其实啥物拢会当去。搬电影。搬电影甲演戏差不多啦。其实有若有啥物工课来，基本上若适合的，无伤过对我来讲无伤过走精的，其实拢会当。拢会去试看。另外，即马佫第4项啊，电台，咱咧录电台。电台对伊来讲，伊迄工佫有直播，直播。当时。咱迄工啊，面部直播有无？面部，你讲甲美云老师因做伙？对啊，咱毋是伫直播主。我是无甲你讲，我伫遐啦，就是我伫控制。哦，你咧控制啊？就是我本人啦。是，哦，对啊，啥物拢会当接啦。啥物拢会当接？嘿啊，拢会当试看觅。拍迄写真集。无即项。哎呀，你甲我讲啥物拢会当接，我随甲你讲一下，你就甲我拍钱。没啦。爱连接。嘛毋是，我感觉，这毋是我。哦，毋是。我未来迄落。听众朋友啊，你有听着？无要拍写真集。无即种物件，无即种物件。但是我想要问一个，就是你拍 MV，迄种感觉，甲你搬戏，你感觉敢有相像？无共款啦。啊，你讲迄个。因为你 MV 你新的 MV， 我感觉你拢有一寡较情绪的物件放伫内底。因为迄时阵是我拍完面部客栈了后。哦。拄学着。水甲伊用落。步数真短，啥物拢甲刻出来。另外一个迄个主角就是方欣姐啊，感情足好诶啊。哦，无怪你听，我真诶有认真吼，我真诶有认真。真正感谢你啦。我真正你诶迷将咧。我迄个数字一直往。我来讲，真正足感动，我逐工拢伫听，而且吼，我即摆佫会当伫现场听着，甲唱片那共款哦，阿凯啊，我真诶。多谢啦。你有看了倒顶有摕唱片，等下要互你签名。好哦，迄是啥物人诶？当然嘛是柯富凯诶啊。无啦，我是讲啥物人诶？啥物人诶？袂使讲。哇，有够新鲜诶啦，佫有唱片会当签。安怎？你家己去买啊？哎哟，你拢安尼偷偷自肥？无，我是真正贵。无要紧啦，我会去听阿凯演唱会。听众朋友若想要听阿凯唱歌，赶紧来去拆票哦。好，你这无招的真正是吼，无要紧。咱即马来工商服务时间，阿凯也来请你讲一下演唱会代志敢好？好，无问题。我即场演唱会叫做实歌演唱会，已经演2届演唱会。也前演2届啊。疫情真正是吼，希望大家拢能平安健康啦。真诶。主要是讲，若平安健康了后，就是爱来看我的演唱会。伫个12月4号，吼，12月4号。12月初4，台语无好。12月初4，吼，12月初4，希望大家当来，因讲小巨，安怎念啊？小巨蛋，小巨蛋来听我唱歌，对。这段敢要搁一届？不用啊，就蛮好笑的。你这个。对，其实真的就是没那么对啦。没问题。不是，我有包袱，我有迄台语老师的包袱。就是这样子才会吸引年轻人来听。我们即摆分类伫语言学习教育。所以我感觉是爱有即种分别啊，因为你爱甲主播讲，我无法度规定全部甲伊讲。对，但是我会使一直甲迄来宾纠正。就是安尼，这。我这拢甲加落，真正加落，因为本身我家己嘛毋是讲遐尼传统的台语，对啦。对，我嘛是对啊，我妈妈嘛，我嘛是安尼较趣味啦。来就这。对。好，你见。
哦，嘿啊嘿啊，大家赶紧来去买哦，做伙来听。而且呢吼，咱现场会当开放白边的见面会哦。你莫黑白讲啦。我就白边足水哦。我就嘿啊，你看，我就黑白边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你莫吵啦，赶紧结束阿凯转去休困啦。有影，真正是足感谢阿凯来甲咱开讲。嘛爱请大家继续支持明报客栈的小主角哦，无啦，大家拢爱支持啦。嘿啦，大家拢爱支持对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一定爱收看咱公司台语台明报客栈，等你来功能。等你来功能。嘿，等你来功能吼。嘿啊，爱记得收看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感谢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。我知，我唔知，我的年岁唔知，我少年着唔知啦，吧？唔知啦。张国荣你知吧？我不认识谁，谁像？不是你这样子，我节目进行不下去。我知，尽量袂落。我知，迄个就是安尼我要问讲啊，嘿，无这条是你的拍摄，对不起。希望大家每礼拜，每礼拜是，就是每礼拜，对，每一个礼拜，每礼拜二，每礼拜日，吼，你看这，好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借问，来借问，来请问，哦，来请问，来请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耶！谢谢。哦，小心，小心。